喂，靚女，2026年我哋老百姓有乜嘢新規定係一定要知道嘅呢？同大家分享一下。2026年1月1號開始執行嘅新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》有啲變動，真係要知清楚。第一，人哋喐手打你，你還手自衛，呢啲叫正當防衛，唔算犯法。如果你幫人捉賊，咁就叫見義勇為，夠晒正氣。第二，未夠稱唔係護身符。新法講明，14到16歲嘅後生仔，如果1年內犯事2次，或者搞1次嚴重欺凌，直接拉你去拘留。年紀再細啲嘅就送去接受矯正教育，冇情講。第三，噪音騷擾街坊，搞到情節嚴重嘅一樣可以拘留，等大家嘅安靜權返嚟。第四，校園欺凌唔再係小事。如果班入邊有校霸喺廁所搶錢，喺操場打人，新法白紙黑字寫明呢啲已經犯法，就算情節輕微都照樣要罰。老師同校長如果知情不報，一樣要孭鑊，到時警察叔叔會直接入校園依法處理。第五，養烈性狗嘅主人要醒定啲。如果你隻狗咬傷人，主人可能要坐監。如果帶出街冇狗繩，第一次警告再犯或者咬親其他人，直接拘留至少5日，走唔甩。總之，新法例實施之後，大家要識得保護自己，亦都要守規矩，咪亂嚟啊！